喂，hello，KT 啊，賽馬預測咁啊，聽日國際騎師賽啊9場，咁都 OK 嘅，咁逐場講下啦，好嘛？咁第八場呢，喂，三軍勇將我都買咗幾次啦，係嘛？贏咗一次，跟住入批啊，上一場都係只不過跑第三定第四啊，跑第三係咯。咁但係今次呢，我依然都想買佢，因為點解呢？佢之前嗰兩次啊上班，兩次嘅原本慢步速，就偏偏跟得好後，追唔切。上一場呢，諗住醒啲啦，巴道跟前啲，但係呢，偏偏遇咗個快步速，45秒86，仲要轉彎大波勾蝕咗，係啦。咁翻嚟好似個衝勁唔勁。咁今次呢，我覺得佢嘅形勢呢，應該比之前好啊。排十一位焗流啦，係咪啊？呢次唔會中間位啦，焗流李慕華。咁但係呢場話預啱有快步速喎，唔會慢喎。手到齊來天星有愛心得海船星魅力寶區，加埋有飛龍在天、飛輪霸，全部都快嘅。所以呢，佢呢場可以立心留後，慳咗個彎，入直路先至發力追，咁啱佢跑喎，唔會搶口啦。佢上一場仲搶緊口喎，同埋早發力咗。我俾多次機會佢如果呢次都唔得，我先服。自購碼64分，係咯。OK，咁我就播呢隻 WinPay，腳就太多啦，算啦佢唔得就罷啦。咁另外呢，就第三場，瑞奇威風上一場都買啦，今次二檔希望佢跟前啲，都應該跟到前啲嘅。應該硬淨嘅，始終呢隻馬係英國馬啦，遲熟，冇理由唔進步啊！70分，而家55分，上一場都係慢步速蝕咗啦。佢都有爆炸力嘅，但係就步速快到佢好啲，但係呢場未必快。但係有二檔跟到中間呢，仲有得跑。敢唔敢話一定贏？但係三甲啦，一定要買佢先啦。另外有型人今季就準成咗，咁可能有個頭罩啦。上場都 OK 嘅，賺形勢啦，1600好跑喎。咁佢賺形勢過林寶精神喎，係咯，上場同場跑啦，林寶精神就7檔啦，今次10檔喎。上一場2碟喎，跟住可能3碟喎，但係都係好馬嚟嘅林寶精神，睇下點走位啦，潘頓兼顧啦，一齊翻。咁另外呢，翠兒威威可能係呢場最賺嘅放頭馬，上一場呢，終於都跑得好好啦，快步速懟上嚟唔斷。孫英雄應該都係勁㗎啦，佢時間好快。咁活力精神跑第3，喂都唔係渣喎，活力精神，即係所以呢場可能係高水準㗎。活力精神跟住再跑一場1600追唔到，試咗個形勢響內檔呢隻啦，活力精神黃帽上嚟攝下俾人頂住，其實都追得好勁，所以就都唔差啦，證明呢一組水準。所以我相信孫英雄嘅嗰場嘅係高水準，而翠兒威威呢係會進步，4歲自購馬，亦都係終於適應啦。所以呢3隻我中意多啲啊。翠傑旋風，唔係瑞奇威風有型人，翠兒威威有形勢，咁又勁。咁外檔嗰隻林寶精神啦，呢隻係勁嘅，唔可以睇少。其他其實都有啲唔錯嘅實力馬嘅，但係我估唔夠呢幾隻好咯。反而一隻叫做戰寶哇！上一場追得好勁，又係愛爾蘭自購買，又係適應咗1年，
一進步咧唔可以睇少反而呢隻我睇唔透，包尾攝住裏邊再中翻出嚟都唔錯，兼顧呢隻冷門呢場算好啊，我覺得係啊，因為1、2、3咧啲磅位差唔多，及8要排外檔係咯，環繞住4、5、12有形勢有實力，兼顧嘅7號冷門諗下係9，其他嗰啲4連環嚟嘅啫。OK 嗱，呢兩場係我比較信心嘅其他嘅第5場呢場咧老實講，孫英雄啊肯定勁啦，頭先講完之後勁啦係咪？咁佢熱啦，但係咧其實搞為尊咧，老實講啊，呢隻馬4班，真係未落過4班嘅喎，2班上過喎，都好近喎，係咯，都4班喎而家，我話10檔都唔使怕，蝕啦，有步速佢係贏啊，冇嘅可能追唔切都唔出奇，但係無論如何都係硬淨，邊個都搏佢 ，Q 又要埋隻孫英雄。咁另外啦，呢場馬都勁嘅啲馬其實，不過始終2號係太超級，3號亦都可能係好進步。咁仗義都近㗎啦，標誌亮子都係班頂啦，3班尾4班頂馬啦。盈妙星上一場就跑得麻麻地，兼顧啦呢啲馬。其他差唔多㗎啦，長勝將軍會進步嘅1檔，希望龍船快放快啲。咁99為尊係勁係重磅，但係唔怕4班，即係幾劣勢都要買佢嘅，係啦。咁孫英雄正路啦，標誌亮子就一定係近㗎啦，仗義都會係，長勝將軍就上緊嚟1檔，又係愛爾蘭折扣馬，係咯，又係要嘅，係咪喺呢度啦？話唔定進步到贏㗎，唔出奇嘅啲長勝將軍。不過孫英雄同99為尊都係勁嘢咁真嘅。呢3場都可以嘅咁另外咧草講下啦第2場咧賺形勢嘅係1、2、5、6。如果呢場步速慢咧，佢哋控制大局但係如果有馬扯咧，咁兩回事嚟㗎啦話唔定潘頓嗰隻東方未影帶頭先㗎，所以係有啲難度。發光發亮都係勁啊，失驚無神放頭你係賴嘢真係所以呢場形勢集中響1、2、5、6度，但係咧外邊嘅馬都勁嘅咁就第4場，我想搏下冷門嗰關勇士用莫亞都15倍，咁後生未見底嘅，上一場咧係蝕嘅。蝕得好緊要添啊！全程3碟響1200藍衫紅帽呢隻3碟，全程3碟，仲蝕嗰啲星之源但係佢仲頂住個星之源喎。星之源都係4班嘅1200米熱門啦，而家跑1000，哇！呢場如果放得快，一定放得快啦，好多快馬㗎，佢有機會爆啊！呢隻當然呢場咧就好乸亂嘅，隻都得嘅咁我見佢有賠率，搏下佢啦。咁另外如果再揀咧，可靠大師7號，品德寶寶，希望呢啲沙田千二嘅能力咧，響到夠望但係其他馬都好近嘅同埋空間好多嘅，好難估嘅，但係有冷門搏下。OK，差唔多㗎啦。尾場咧老實講好亂嘅，不過搏佢慢步速。慢步速咩馬勁啊？人心星賺，非為僥倖賺，彭彩11號呢隻可能係慢步速爆得最勁嘅佢輕磅所以我就搏呢場係慢步速咧，就買呢3隻，信心就唔可以講係大啦，但係希望佢哋係慢步速，就搏呢3隻係啦。咁都差唔多㗎啦。其他場次就唔買啦，應該係啦。
咁主力都係買呢幾場啦。咁再重複下咯，好唔好？嗱，聽日都唔錯嘅其實。第三場有形勢有實力，卓瑞奇威風有型人，翠兒威威。另外兼顧7號林寶精神戰寶都係冷腳啦。第四場博下冷過關勇士係啦，如果拖就拖，可靠大師品質寶寶。如果係 win pay 都可以。第五場久久為尊點都搏佢咁穩陣嘅雙英雄啦，係啦。其他周邊都勁嘅，標主良子、仗義、長勝將軍。咁第七場就複雜，第八場呢，搏多次三軍勇將，希望呢次真係啱個形勢，跑佢嘅快步速千二衝上嚟殺晒輕磅。係啦，尾場搏慢步速人心聲，非為僥倖彭才。咁講信心呢，點都係第三場㗎啦，或者第五場啦，係啦。另外呢，第八場呢，我都點都要搏嘅，搏多次三軍勇將。好 OK， 今日講咗咁多先，有補充再吹日再補充 OK， 點讚分享訂閱 ，thank you。